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5集。我是小张。有一寡观众朋友看完我第1集的节目了后，甲我问讲：小张，这字散是安怎读作散？咱今仔日就要来讨论，到底这字散甲甲骨文有啥物关系？是甲骨文写了毋对意，还是咱的祖先读了毋对意？其实，这是一个超过3000年的误会，来龙去脉，今仔日做一摆甲讲互清楚。这字散有无共款的声调，乌大散这个所在就读作散，山比巴这个所在读作山，萧山落马这个所在嘛读作山。讲到声调，我是外行，今仔日我负责甲山这个音甲找出来。不管是中古的文册也好，近代的字典也罢，拢甲咱讲这个字爱读作秀。要知影上古音，别个步数我袂晓，我干那会晓查说文解字，结果煞讲句。另外一个线索，就是来查这字数，老数的数。运气无好，搁一摆讲句，证明这2个字拢是近代造字。即摆的科技真方便，虽然查无正字，但是上起码咱知影古早字安怎写。这字古早字到底有啥物款的故事，有啥物款的误会？咱继续甲看落。咱来看这字散的古早字，说文解字内底有讲爱读这个音，但是这个字我袂晓读。这字就是老数的数的古早字，同韵、集韵、韵会、正韵，拢讲这字读作风秀秀叫的秀。大部分的学者看到这，伊就会甲你讲：散是另外一字啦，这字毋是散的本字啦。但是我的个性较软壮，我决定甲查看觅咧，是毋是有搁较早的文献。这个字的上古音我袂晓读，但是咱即马暂时甲读作风秀秀叫的秀。咱来看这个字的字形演变。东汉的时阵写作安尼，近代的时阵写作安尼。今仔日的重点，咱是要来看商朝的甲骨文。要来看甲骨文进前，咱先来看几字简单的字。这几个字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。就是上下2字踏做伙。有当时咱拄到这款的字袂晓读的时阵，咱就看是要读顶悬迄字，还是读下骹迄字。有当时就去互咱强调，亲像第1字，咱就是读下骹的字，读作福。第2字，咱嘛是甲读下骹迄字，读作头毛的毛。第3字，顶悬是草，下骹是花，咱取下骹这个字的音，甲读作花。忧愁的愁，咱读的是顶悬这字秋的音。山明海誓的明，大家拢知影这字爱读顶悬这字明的音。最后这字，相信各位拢真有智慧，拢知影爱读顶悬这字知的音。这个字，相信大家拢毋捌看过。顶悬一个阿里山的山。下骹一个又是你的又，这字到底安怎读？3000几年前，咱的祖先决定这字甲读作山，是安怎歹读作又？等下，咱会做解说。先来看这字的甲骨文，这是第2代的甲骨文，毋是上古早的。上古早的甲骨文生作安尼，为着方便，咱即马暂时甲这个字读作山。一开始，咱就来看这个字的甲骨文，编号写伫下骹，字写伫这个所在。看到这，有一寡网友可能就想要甲我吵小张，你莫闹啦，这就是龟壳顶悬天然的笔顺，你哪会使讲这是字？一开始我嘛是安尼想，但是这个字出现足侪摆的，无大紧，阁拢写作共款。这安尼敢会使讲是天然的笔顺？讲到这，到底这字是啥物字？就是咱在找老数的数的古早字。这字散分作2部分，
顶头即个部分拢生做共款，下骹即个部分是一支手，有诶画做正手，有诶画做倒手，其实意思拢共款，但是本来诶意思是正手一直咧做共款诶动作。即个字就读作右，是一个真接看诶符号。咱3000几年前诶祖先决定即字要读作山，无读作右诶时阵，就是因为因了解即个字是一个符号，甲伊诶意思，所以决定读作山。拄则有讲过，即字山诶甲骨文分做2种诶版本。即摆看到即几字拢是较早期诶。第二个版本生做安尼。是安怎有即款诶转变？咱继续甲了解。即字山是一字会意字，咱甲放大来看，原本诶意思是咧讲坐火人目睭较无看诶，爱举一支火把伫厝内，安尼光线才有够，要看才看会清楚。伫咱台湾50岁以上有60%诶人有白内障，所以不管你是蔡英文也好，是郭台铭也罢。年岁若到，目睭就是看袂清楚。其实即个字诶本意真有道理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即个字若拢无问题，是安怎就会写作第2个版本？原因就出伫遮，中佑、中斋。即个所在，一间厝内底一趴火，表示火烧厝。莫讲古早诶人。就算讲即摆诶人会眼光来甲看，嘛会感觉是一个歹格调。来看即字斋安怎演变，来甲东汉诶时阵，即字斋就写作安尼，因为自古水火无情，毋是干那有火灾，嘛有水灾。咱即摆现代字就写作安尼啊。翻头转来看火烧厝即个所在，你敢会使讲老人是火灾？另外，即字山。中佑、中斋，那安尼，你敢会使讲，不管是伫咧火烧厝，不管安怎解说，即个字就是歹格调，大家拢无法度接受，因为歹格调，大部分诶人拢无法度接受，所以即字第一代诶山，怎啊甲厝摕掉，写作安尼，变第2代诶山，即个厝一个摕掉，袂得啊，开始产生误会。有诶人讲顶头是一趴火，有诶人讲毋是啦，迄是山啦。结果看做是山诶人较济，怎啊大家拢读作山？即摆你可能会甲我问，校长，山甲火2字无共款，甲骨文敢看袂出来？我伫遮负责任诶甲大家讲，真正看袂出来，参专家都看袂出来。咱即摆来看即3字。上有代表性诶山，下骹则有2排甲骨文，一排是火，一排是山。咱来连连看。第一字上升即字，第2字较简单，因为有一字人，所以就是即字。第3字嘛是共款，嘛有一字人，所以就是即字。咱即摆就来公布答案。顶头即排是山，下骹即排是火。根本就分袂清楚。咱爱知影古早诶社会，捌字诶人真少，一个庄头200-300个人，可能敢若一个人捌字。捌字诶即个人，就是即个庄头诶时代。伊若画即字读作山，规个庄头就缀咧读山。一个社会捌字诶比例，甲印刷技术诶发展真有关系。伫清朝诶时阵，捌字诶人差不多有20%，大部分拢是查甫人。咱来讲商朝，拄则我讲一个庄头200-300个人，可能敢若一个人捌字。你感觉我是讲了伤济，还是讲了伤少？咱来看专家安怎讲。专家讲山甲火形体无别，就爱看文章诶意思，咱才知影是山还是火。伫即本甲骨文编内底，敢若有火字，无山字，因为2字根本就分袂清楚。即本甲骨文字典嘛有讲到山甲火2字根本就分袂清楚，就爱看文章诶上下文，才知影到底是叨一字。
上尾啊，即本文献，伊内底讲两字，基本上是共形的，根本就分袂清楚。若专家都分袂清楚啊，一般的老百姓，你想敢分会清楚？咱来讲结论，一开始咱就讲上古早的甲骨文，但是因为即个部分有厝内底有一拍火是歹结掉，所以咱怎啊甲厝摕掉？写作第二代的甲骨文，第二代的甲骨文，大部分的人拢看作顶悬是山，下骹是右。整理的时代就讲即个字就应该爱读作山，所以所有的人都拢对咧读山。伫商朝的时阵，因为误会，规个民间拢甲即个字读作山，真少数捌字的人知影文化传承的重要性，所以有甲即个字记录起来。传互因的子孙，来到近代的时阵，字是正确的。伫近代的即字山，你看会出来顶悬是火灾的灾，下骹是手，代表右的意思。来到东汉的时阵，说文解字内底嘛是写同款的。讲到说文解字，咱就袂使无去讲到考信，即位正是正港的汉字博士。网络顶悬。嘛有另外一位博士在讲教，未前讲话进前，拢先讲呛讲伊是博士，袂输伊讲的才是对的，别人拢毋对。咱做人都爱学可信。咱搁转来讲即字山，说文内底讲老爷、将优、将哉，但是可信实在想无即个字是安怎爱读作山。就算讲伊有看过第二代的甲骨文，嘛应该是将火。伊实在想拢无，即个时阵，伊头脑内底应该是想即句话，你搞得我好乱啊！所以伊怎啊伫说文解字内底写一字“缺”，表示恁爸实在想无即字是安怎读作山。一个3000几年前的误会，咱今仔日甲讲甲清清楚楚。即个字确实就是正字，山的音我嘛已经替你吹出来啊。你是要读山还是要读散，随在你。今仔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